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杨彦贵，分享时光礼拜社会实验部。两位怎么没有跟着喊啊？要考试了。为什么手在干嘛？搓牌？那考前焦虑症。焦虑了啊？谁说节目里可以卖药的？每次考试都胃痛，我不知道吃什么。这么严重？奇怪，怎么可以考试压力大到身体出问题啊？对啊，感情记就讲，天时条件的观众朋友，你感觉两类的造就。礼拜社会实验部是突然大家共同关心考试的副作用。唔使注意过亚嘅新闻么？第今日有一个贵众生刺杀的，他人伫其刺杀的所在发现了几多页嘅成绩单，含个遗书空下的成绩开到眼。亚件事情受到当地人的注意，大家都紧讨论。家长讲，安怎啊？咁无安怎？对啊，可能办功课压力，还是安怎嘛？唔知。我较认真读嘅啊。无给啥物压力啊。好教讲，本来成绩课业就是中等嘛，并没有很特殊。那学校对他的这一个要求，应该也是蛮不公特别的。10来名左右，中等的啊，对啊，没有很差啊。专家讲，要告诉他说啊，你多多念书啦，认真啦，那未来你就有更好的发展。但我们就回到说啊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你很努力了。多元的部分不是让他觉得他的价值都建立在他的学业成就，不是只是用分数在评定他自己的表现。用未都系他人哋嘅讲法咯。也嘅社会真正上嘅讲嘅话，除咗那些本成绩开到位，还有乜解咯？无论他人用嘅台，也都系社会新闻厚度当艰苦，唔过社会讲唔出在。有关成绩、考试、空压压力，唔想讲嘅又系乜解咯？今日按到嘅社会就总快讲出来。观众生的考试压力，上来有其他人咯。今日邀请嘅亚嘅社会向下来分享。睇有啲问题，我先来考题。加到1礼拜要考试考几多呢15次、13次、16次、12次、15次、12次、18次。哇！有人头晕1年要考3多呢。安尼压力會對家庭有乜嘅影響呢？我的考试副作用是会肚子痛，会恐惧，然后压力太大，月事不正常，还有自残。在考试前跟考试中的时候会头痛，我会不停的暴饮暴食，然后体重就狂增加，情绪非常的低落。心情会不好，就是考试的时候吃，读书的时候也吃，然后自习的时候也吃，就是一直在吃东西就对了。就是你要疏解压力吧，然后又或者是觉得有点无聊，然后怕自己睡着这样。然后对待就是在考试前，特别是段考的那1、2天，那1个礼拜，会不那么想要跟人群接触。我以前就是考试不会写的时候，我就会抠手，然后就会抠到，就是抠的时候没感觉，然后抠到最后才发现流血，然后很痛。就考试突然会发烧，或是就是跑去拉肚子，然后就自习课的话就会少了那一节读书的时间，然后就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专注，然后就考不好的话就还要去重考补考。通常痛的时候是在考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就是写题目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出现那种就是选项我比较不确定，像那种时候在想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肚子很不舒服。就是我有同学是因为家里爸妈逼很紧，所以就是变成他在考试前会跟他平常的个性就是完全不一样，会变得很明显。假设平常这个话题他是会有兴趣，然后一起聊的，就突然就变成只是静静的听，或是甚至完全不理这样子。比较不擅长的科目，比较会正在考的时候，就是会很不舒服，然后也就是很紧张，自己整个身体就是很紧绷，所以就会头痛。就是我这里也会痛，因为就是医生，我有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说这是压力大，就是这里会比较痛，会痛到头。但是就有时候，比如说在上课，还是在考试前的准备，跟考试的时候，就是一样，就是很紧张，就会这里就会不舒服。
看到家下 VCR 地圖通學嘅訪問，大家可能話到，嗰時解完天天就會大概因為大家的狀況，所以你透過數據來呈現。來，我們看一個數據，這是我們在網絡上透過180份網絡問卷所調查的結果。考試到底有什麼 side effect 副作用？60%的這個回答的人說，考試會造成他們心理的壓力變大。那心理壓力有什麼呢？不舒服，會覺得焦慮，然後甚至有人比較嚴重的會想要哭。然後同樣180位同學，他們有9%出現身體的狀況會有一些變化，比方說肚子痛，剛才聽到很多同學會拉肚子，然後想吐，睡不好，然後頭痛，剛才也很多人是頭痛，甚至生理期會受到影響。我想請教一下，究竟對你們而言，考試帶給你什麼副作用？心理的、生理的，還是其他方面的？想哭。有哭出來嗎？會啊，就是你最近一次因為考試哭是什麼時候？段考後啦，最後一次哭是段考後。是因為特定科目嗎？對，就是覺得說會沒考好，然後就覺得壓力很大，然後覺得對不起自己吧，然後就哭了。考試前那1個禮拜幾乎有5、7天有差不多3天都有哭吧，3至4天都有哭，就可能寫數學解到一半就開始哭了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然後哭完呢？哭完就繼續讀啊，也不能怎麼辦，就只能繼續看書啊。因為我生理跟心理就會都有反應，所以我平常就會吃胃藥。哦，有胃藥，然後那一罐是什麼？胃乳。胃乳、胃藥，小罐的是什麼？薄荷油，疏解那個脹氣的時候。不是防蚊子的。不是，那都可以，這個是萬用的。因為我通常考試的時候，考試前後都會肚子都會很痛，尤其是老師在發考卷的時候，就會胃就開始抽痛，然後我就想說一直痛，而且它越來越痛，我就去醫院看醫生，結果他安排我照胃鏡，就是胃有點破皮。哦，可是恕我這樣問，怎麼證明那個是考試引起的？就是我3年級的時候，突然有一次，國小3年級，對，就突然有一次要段考，就我跑去跟老師說，老師我肚子很痛，可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讓我肚子很痛，我就覺得為什麼我要考試了肚子還會這麼痛，還會來煩我？你分辨得出來那是胃痛還是拉肚子的痛嗎？那時候還不知道，一直到我5、6年級的時候，我就會發現我在段考的時候很容易緊張，然後雙手一直發抖，那個胃就一直開始痛，冒冷汗啊，然後心臟跳很快之類的。那個時候我就會開始莫名其妙，例如說跟家人出去玩的時候就會開始冒汗，擔心明天的考試。可是我明明是在出去玩。3年級開始就胃痛了，然後一直到現在國2，這個症狀沒有減緩。反而有沒有惡化？越來越痛。現在這個階段變成保養，不能讓它完全恢復，因為考試還是要考，還是要緊張。你們為什麼會這麼2位，尤其是有副作用的2位？你有想過為什麼你會這麼重視考試成績嗎？如果我今天考試都考得不好的話，我漸漸就會開始覺得我是個考試，我考試考成績就在那一段。但是我如果現在，因為我現在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，我說有時高有時低，這樣子我會不確定我自己的未來的目標在哪邊。其實我覺得大家原本最當初一定是為了學習，可是現在這個環境就會讓你慢慢往考試這個原因一直發展下去，就會覺得說我考不好，那我以後是不是真的很沒用什麼的，就會讓自己壓力越來越大，就跟還有蚊子這樣的副作用都一起這樣慢慢堆起來。其實考試對另一啲學生嘅副作用，像人家看到嘅心理嘅、身體嘅，還有點些人際關係，還有另一啲對人際關係，唔單淨係朋友甜甜，甚至你身體讓最親嘅人就有可能變化哦。到底運用乜辦法？看我嚟看呢個禮拜社會太天蟲。成績好的人說什麼就是什麼，然後讀得不好的人就是什麼，就讀得好的人，老師說什麼，他說什麼老師就信，然後成績不好的人，老師說什麼他就不信，他就是壞學生嘛，不讀書嘛，老師就不相信他。可是他人品其實很好，老師也不知道啊。老師們會比較喜歡考試，就是成績好的同學，也會比較聽他們的意見，然後或者是考試的時候會對他們的答案。但是如果成績不好的，可能說話就比較不會被重視吧。
我们一般都比较喜欢跟成绩好的人在一起，因为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点喧哗之类，难得把握的科目，然后就会一直想要去赢，就是有一些人，然后结果那些人考得比你高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点不开心。考不好的时候，其实我会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然后我也知道这次的题目可能我就是真的不擅长这个领域，然后我可以再多努力，然后我可能在后面比较重要的考试，我可以就是考得更好。可是就会身边的人，像爸妈就会觉得说，你平常都考那么好，为什么这次就会考成这样子？你是不是都没有在念？然后那个就是太爱玩了之类的。可是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，我只是刚好就是这里考得不好。我们看到 VCR 除了对心理、对身体的影响，对人际关系，对各位同学来讲，好像有很大的副作用。你们因为考试成绩，然后被责备，或是让你受伤害，让你觉得很不舒服。同学考得好的时候，他们会一直很兴奋，可是考得好兴奋是 OK 的，可是你会觉得很受伤的是，为什么我跟他们明明就是一样，我花一样的时间，差不多的时间在读书，那为什么我考得比他不好，而且他在那边那么兴奋，又让我更受伤？有没有一点点庸人自扰？有，但是你又回到学校之后，你又要面对那一切，你就还是不能放下，因为还是会比成绩，还是会有校牌。我们有时候会。我跟其他有一些成绩比较相近的同学，那有时候会去比嘛。那比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他高，有时候是我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高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去他旁边，就是有点要怎么讲？炫耀。对，炫耀那样子。这算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吗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良性有时候如果我真的考很低，那他又过来抢，我可能就是心情可能就有时候真的会不好。可是大多是你会把情绪表现出来吗？你走开啦！会，有时候会这样。道理啊，每句吼，因讲咧3则考试的副作用：第一，对心理的影响；第二，对身体的影响；第三，然后同才也好，然后教育也好，那种人际关系的影响。还有一则，其實你認為算係對以下你看到嘅所有嘅副作用地圖最嚴重嘅，到底係乜嘅咧？先聊一下，嚴肅出嚟。考試嘅副作用真見當到呢，有人睇嘢都還未想到，因採訪嘅兩個先生，佢哋都見本夢都還未想到第二間嘅考試。我曾經夢到，就是記得好像是考那個數學的時候，好像就是覺得怎麼這樣就是寫不出來，然後想要動腦的時候，突然就很緊張，然後開始就一直跳題，跳來跳去，跳，不知道過了多久。就我寫，結果我發現好像旁邊人陸續就是開始交卷這樣子，我就很緊張，就發現呢時間好像也快到了，結果翻到後面去看，就是後面就全部都是空白的，對，然後就非常的緊張害怕，當到後面那個時間到啦，就是結果就是很慘，可是做到這個時候好像可能老師要罵人的，要公布成績的時候，就突然驚醒這樣子。夢到考試的時候。因為英文考不好，我會害怕就是考低分，所以我就考慮了我要作弊這件事情因為我背單字不大會，所以我就抄了很大張的英文單字的小抄。結果很可悲的是，我抄的所有的東西，竟然在考卷上一個字都沒有出現。即使在夢境裡面，想不到我英文也會考不好。有一次我做夢夢得很特別，發英文考卷的時候，突然很慎重的講說，各位同學，老師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有位同學他突然間考了很高分當然我會想說這個應該關我什麼事，因為我不可能是那個考高分的。就沒有到在夢境裡面，老師這樣大聲宣布就是韓文名字。那時候我嚇了一跳，我很開心。後來回到家之後，我就把考卷拿給我爸媽看，說：媽媽，我英文考100分了。就我媽說：那我可憐，這怎麼可能？所以後來我還發現原來又是個夢。每次。見人都見，都還會播同考試有關的噩夢，給出考卷的先生也會用來看考試嘅呢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容易做到類似的夢。其實我本身蠻不喜歡考試這件事情的，但是因為礙於這個體制，所以應該是經過這10幾年之後，就是當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，
我的学生就是我也是让他照着考试的方式上去。结果到了大学之后，他们毕业，我发现原来世界并不是我们说的这样子。读到好大学就会有好工作，所以他们会开始省思，也逼着我去省思。我觉得我们一直很努力在做，就是说我们要开发学生分数以外的东西，让他不会再一直盲目的去追求分数，追求完之后才发现，搞不好他会认为我们大人都骗了他。我很讨厌背，我不喜欢背东西。可是老师就会一直发小卷，然后空白卷，所以就会一直写，写到想吐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到那个考卷就不舒服，然后背完真的就忘。我真的觉得有一些词是我会用我自己的话去解释它的意思，像明媚好了，我可能就会说什么光明美丽之类的东西，可是课本上就不是这么写啊。然后我理解是这样嘛，然后我就会凭着我的理解把它写出来，然后国文老师就会说你错，然后就会扣你分。自己不擅长的科目就不是很喜欢，然后就不是很喜欢的话，你就不会想要去碰那个东西，尤其是那个数学啊、理化那些要理解，然后就会觉得那个科目就很讨厌它，然后就会开始就排斥它。很开心，因为我很喜欢听到自己念英文，我很喜欢自己念英文的时候，我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我也很喜欢讲英文。可是我不喜欢去背那个文法，可是偏偏要讲就要写文法我又不会，可是我又喜欢讲，所以就对很烦。现在的共同语言就是英文嘛，然后我可能会为了自己想要去的地方，想要出国这件事情，我反而自己会更努力去学，而不是透过考试。如果我只专注于在考试要考英文，然后文法背单字这件事情上面的话，我会忘记我当初为什么要学英文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为了某一件事情，然后这么努力的学英文，我会完全忘记。因为我非常喜欢看古装剧，我也非常喜欢历史这块东西。可是就是因为要背年代，什么1919什么鬼东东的，什么什么之类，就是要背年代，我真的很痛苦。如果不要背年代，让我只要是单单去了解它的背景啊，或者什么故事啊，我都非常喜欢。可是就是因为要考试，要考什么年代，就感觉只能我们全部都全神贯注在背年代，背他们这个年代做什么事，这个年代做了什么事，这个年代做了什么事，就没有想要认真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事情，然后因为什么而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就没办法深入去了解，没办法深入去理解它。像我觉得有些人讨厌因为一个考试而讨厌那个科目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不懂，或是他不会。但我觉得其实真正背后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原本很喜欢它，可是你因为考试，你却发现它好像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你就会觉得很迷惘，然后变得不喜欢。可能家对其他社会方面影响种提示加副作用，列读俩地图是对学习的影响，人家做了明确的调查。就48%的社会讲考题是唔记得咧，我乃啲好多嘛解。第二，认为考试颠倒开始闹，该只科目本来还未讲到原本看到原本的，谁认为考原本考到唔好，这样就唔可能，这样就唔可能。还有20%，基本认为俩人唔爱考，做嘛个爱好。你们自己怎么看待考试对于学习的影响？有没有哪一些副作用你也心有戚戚焉的？第一个跟第三个，像我现在已经忘记7年级的所有东西了。老师在复习的时候，我就乱回答一通，然后就完全就是错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，甚至不比之前那3个轻微。因为考试为的是什么？是检视你学了多少。那你却因为考试，而你就，比方说讨厌它，或者是你不考的你就不学。考完就忘了，基本上我除了生物跟英文，其他就是考完的，基本上就是你要想你想要去想起来，你也很难想，你知道吗？4位有一个共同点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讲考完就忘，就跟我们网络调查一样，比例很高，将近50%。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原因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是因为你背起来的原因，是因为要应付考试。
就是没有真正想要去理解那个事情，就是想说，哎，就照课本上面背，然后填上去就可以拿到分数，那干嘛还要那么理解？就是比如说比较实用方面的，就是未来可能会用到，就是我会比较认真想要去深入探讨，但是国文我觉得不实用，所以就没有特别的去认真去看待。就是你看国文，我们每一课教那么多课文，其实你会考根本没有会出现那些东西，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感觉说，我以后不会考这些东西，那我是不是应付完段考我就可以忘记这些东西？因为我觉得说我以后不会考这些东西，用不到，所以到头来说还都是为了考试。OK， 我们谢谢4位小欧带来你们宝贵的意見。最尾一啲嘅時間，我想到填寫挑戰其他嘅小歐，尤其係老家長喺度做線上嘅人分享隻概念，係啲小歐所講嘅。因為考試會記得帶來很多嘅副作用，因為副作用可能係你做題呢就冇想到嘅。因為考試你希望記得做啲檢查資格，到底後來幾多係咩？前景就太多年限所預期嘅效果，結果實產生了到冇人愛嘅東西，記得設計出來當定人腦，所以難擺對面對考試結果嘅時節，可能用冇同樣嘅角度來看待小歐嘅選擇，希望啦各位共下來分享。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週禮拜6晏晝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小歐是天賦，拜拜。是不是大家都討厭你會考不好？有人喜歡考不好的科目，縱使那一次你每一科你常常考不好，但是你是喜歡。就是我覺得考試，成績不代表一切，就是。說真的，成績對我來說，我不是請你來說教的這一段剪掉嗎？好，再一次。